咱到永远。所以，当你咧唱的时，请你用你的心灵，心灵来唱。然后，你若有听到 solo， 你唔免管 ，solo 一定表示伊个咧带领咱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总共咱就是唱8摆，唔好 solo 扣去，因为 solo 伫咱唱3拍，咱啊搁咧停的时 ，solo 已经走出来啊，好来变。请咱平常心，三个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平安，咱准备心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大家把手机啊关机，吼。
全体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请咱起立，用献诗292首，献诗292首。现在，做伙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请咱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全能讲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阮要因为你丰盛的恩典献上阮的感谢，阁要因为你保守看顾阮伫困难的中间有平安，来大声称赞阿罗你。感谢你对阮的保守甲看顾。此时，阮要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时常因为软弱来犯罪得罪你，主啊，只有你知影阮的内心，因为阮心所想的拢是歹，离开你的道理，浪费你的恩赐甲疼痛。主啊，求你怜悯阮，跟照阮，互阮知影家己的过失，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的不义。求你帮助阮活伫你的光明中，行伫你的道路顶面，持守你的话语，过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只是，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显，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愿文第10篇，启愿文第10篇，也就是诗篇27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还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
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我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罗上主，上主啊，我求救的声求你听，求你引领我，引导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因面误插我，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亲信一项事，要活地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这声着信靠上主。这时，咱来倾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03篇第8节到14节。我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讲来读。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会记得咱不过是土粉。这时，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奇妙的听。我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纳。今仔日为咱见到的是本堂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重建关系处事第2讲，将时间交予林牧师。来分享这边安。感谢诗班带咱今仔日来敬拜主。透过诗歌，互咱会通搁一届来对带领咱会通安尼对咱的主会通献上咱对伊的敬拜，甲对伊的疼痛。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届为你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家己亲自用着你家己的话语来带领阮、引带阮、激励阮，互阮会通安尼照着主你家己的话语来说义来行，互阮透过着主你的话语，互阮会通靠着主你的话语，会通安尼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落实来行出主你的话语，来互众人看见阮生命的改变，搁安尼会通来影响侪人，互侪人因的生命嘛，因为阮的生命的改变，互因欢喜，也来跟对来改变，来领受上帝你伫创世以前就已经定着要赏赐互阮的逐样的恩典甲祝福，临到伫阮所有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愿搁一届将阮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伫你，愿圣神亲自来对阮讲话，互阮透过对你所领受的，会通帮助阮，激励阮过来的日子，会通活出主你的生命的款式。安尼恳求祈祷，靠说出佢的圣名，阿免。咱伫咧顶礼拜，咱有分享到讲安尼。咱甲上帝有迄个真良好的关系，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阵，上帝就咱安尼就会互上帝来伫遐来甲咱对咱的迄个推动，互咱会通甘心来去做所有咱应该爱做的每一项事。搁咱若甲咱家己的关系真良好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家己来推动咱家己。安尼的时阵，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就会当咱讲真开心来做。当咱若甲他人有一个真良好的关系的时阵，咱就会通甲他人会通有一个真良好的互动。迄个时阵，咱就有法度同心来做一项代志。咱也讲到伫安尼，咱的迄个关系处事内面会颠倒，是因为咱无愿意来付出代价。也伫迄中间，迄个建立关系需要付上，毋若是干那时间，佮包括着咱的咱的体力、精神，咱的祈祷、甲陪伴、甲鼓励，以及咱迄个欢喜伫迄中间来坚持，佮伫遐来忍耐，等等遮的。当咱因为迄个需要付出侪的即个代价，所以无真容易看到迄个果效。至到咱无愿意付出迄个代价。第二个是因为咱无愿意伫遐付出咱的迄个时间，搁咱看重迄个果效，讲迄个成绩咱做偌济，咱期待就收偌济。这也帮至到咱无愿意伫迄个中间，咱来建立迄个好的关系。因为建立关系需要用到一个比较较长的时间，佮无真容易来安尼，咱讲衡量迄个所压出来的迄个成就至到无一个真理智的迄个果效，所以咱嘛爱来求主来帮助咱，引带咱，互咱会通伫咧上帝的旨意内面，咱会通真清楚来认明咱生命迄个价值。拄好是在伫咧迄个建立关系，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建立咱甲家己的关系，以及建立甲他人的关系。最后，咱伫咧顶礼拜咱的分享内面也讲到讲，咱用迄个祈祷来做咧，咱伫遐来分享讲，迄个伫咧祈祷，若是为着解决问题，咱只有敢若咱安尼只有伫咧迄个有需要的时阵，咱才会祈祷。
上帝为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咱会抑阁有侪解决袂完的这个问题，咱会活伫咧迄个一直伫迄个解决问题的迄个循环的内面。但是实际上，祈祷是要为着要建立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迄个关系。上帝伊会伫遐调整咱的心，互咱会通来认捌上帝的心意。当咱迄个观念调整正确了，咱的祈祷是要为着要建立甲上帝有迄个正确的关系。过来安尼的时阵，咱所拄着的问题就无搁再是问题，因为咱知影，咱所有一切所拄着的是主所允准的。搁咱所拄着的问题，主伊也要亲自带领咱来去搬过这个问题。所以咱煞招咱要用另外一个例来帮助咱，搁一摆来重新来去重整咱的迄个关系，即个次序就是伫咧即个有关着即个所谓的叫做纪律的问题。当人伫咧犯错了，咱会真爱用迄个纪律，因为迄个目的是啥物呢？就是人常常用着即个纪律。来去解决问题，来伫迄个中间来警戒人，去解决迄个犯错的迄个问题，要求迄个犯错的人安怎讲？你家己改变，即个讲代志是你家己你家己做的，安尼你家己来改变。这也是咱伫咧过去，咱时常咱会去拄着，包括我家己本身，我嘛发现讲，伫咧过去，伫咧拄着侪遮个咱不管是伫咧服侍过程也好，咱家己的问题也好，咱伫咧迄个中间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即个代志既然讲事情是你搞的，那你自己解决。这都。若是安尼的时阵，这是抱着一个咱讲迄个讲听法的迄个目的来去采用迄个纪律，去接受，结果就是迄个接受即个纪律的人，伊所感受到的是啥物货？伊所感受到往往是迄个伊安尼感觉讲伊是被拒绝的，伊是被要求的，有可能伊有怎啊遇到伊怎啊无迄个勇气，甲着迄个能力，搁再徛起来。是讲有可能伫咧迄个短期的内面，咱有可能会通看见迄个成效，甚至咱嘛看起来像会用衡量。但是时间久了，咱却失去即个人的心。一旦即个对方若来反弹，就需要一个更较强的迄个纪律来去甲压制。如果咱若将即个甲即个事务的即个关系放伫咧其他的即个关系的即个顶面的时阵，就是咱就会注重即个代志，直到咱失去人。渐渐咱会发现，咱身边的人身边的这个人才会一个一直离开咱。如果咱若转来到伫即个建立关系、即个正确的次序的时阵，咱会先大声来去注重人，咱就会去挽回一个人。这也就是讲，迄个使用迄个纪律是抱着迄个爱，迄个要恢复迄个对方的迄个心态。来去使用迄个纪律，咱用迄个纪律来去帮助即个犯错的人，安尼会通来甲迄个咱讲建立甲上帝、甲伊家己本身以及他人的迄个关系。但是安尼的时阵，这就是咱头前进前咱所讲的，咱需要付上更较大的迄个代价。毋是干那伫咧要求即个犯错的人，你家己改变，乃是咱伫迄个中间，咱选择，咱伫迄个中间，咱陪伴即个犯错的人，讲行过迄个改变的过程，就是我陪你来改变。因为只有安尼，咱一步一步引带伊行像迄个正途啦，毋是讲你家己改，
拢咱伫咧边仔，咱拢无要甲做任何的帮衬。咱是伫咧迄中间，咱毋是干那命令伊做啥物款的改变，是讲你照我的安怎改变，乃是伫咧迄个中间，咱伫遐有经走迄个行过一个改变的迄个过程，咱陪伴伊来改变。安尼的迄款的纪律的即个方法，检测咱无法度一时仔久，咱就法度去看见迄款的果效，但是却会互即个接受迄个咱讲纪律的人，也是讲迄个咱要求伊，也是讲期待伊改变的人，伊会感受到迄个伊是被接纳的，伊有法度，又有能力，搁一届来徛起来，并且呢，伊会有一个搁较好的迄款安尼的成长。所以咱伫咧迄个讲着讲，我陪伴你改变的即款安尼的迄个纪律方式内面，咱需要是啥物货？咱需要是亲像父母共款，迄个对待囡仔的迄款安尼的心态。我相信咱做父母的，咱每一个人，咱伫遮，咱真侪人拢做过人的父母。不管即个囡仔搁较安怎行业，咱就是用着耐心来陪伴伊。咱毋是要求即个囡仔讲，你着照我的改变。剩的咱拢无要甲做陪伴，咱袂安尼做。咱是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咱讲苦口婆心来期待即个囡仔，伊伫迄个中间，伊得到成长，伊得到迄个改变。但是，咱是毋是用真长的时间来付上代价，来期待即个囡仔伊性命得到改变？迄个我陪伴你改变，就是需要安尼迄款安尼的心态。是需要用着真长的时间，但是咧，伊即个囡仔也是咱所咧陪伴的人，伊伫迄个中间，伊感觉到伊受接纳。伊虽然伊犯了错误，但是伊伫咧迄个中间，伊却是得到迄款接纳的心了，伊伫迄个中间，伊出自内心迄款安尼迄个改变。所以，这也是上帝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心态。所以，咱会通对旧约也好，对新约也好，咱拢会通看见。上帝期待咱的迄个款的改变，伊是陪伴咱的，伊毋是伫遐只有惩罚。伊伫迄个中间，伊陪伴以色列人，伊出埃及，难道是怎啊甲以色列人伫咧埃及旷野，伫咧迄个伫咧旷野40年久，伊怎啊甲因将因等伫咧遐吗？真显然的是，上帝伫迄个中间陪伴以色列人40年久伫咧旷野，互因伫迄个中间安尼慢慢安尼，真做原底本底是一种奴才的心，后来伫迄个中间慢慢变做一个安尼讲大量的军队，有法度伫迄个中间会通讲真做一个安尼勇敢的，是一个安尼咱讲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的百姓，因原底因本底伫埃及做奴才400年，迄个奴才的心，伊拄着一点艰难，拄着一寡困苦的时阵，因就安那讲，我苦袂滴，我搁转来去埃及，因为伫咧迄个所在有肉有通好食。但是伫咧中间，上帝用40年久来陪伴以色列人，共款，上帝嘛期待咱用着迄个陪伴的心，我陪伴你改变。所以圣经形容上帝对咱的迄个纪律是啥物货？是管教。讲上帝伊管教恁，亲像人在管教伊的囝儿共款。所以伫咧约伯记内面，伊嘛安尼讲着，讲受上帝管教的人真有福气，所以毋通看轻全能者的迄个督责。诗篇第94篇内面也讲起讲，上帝受你管教的人真有福气，你用律法教伊教导。所以迄个管教的前提是迄个啥物货？是关系，是啥物款的关系？是迄个爸囝的关系，是迄个儿女跟父母的迄款安尼的关系。伫咧迄款伊迄个动机是啥物货？是为着要爱囡仔好。伊讲伊。那伫咧诗篇迄个箴言13章内面讲讲毋甘责罚囝儿是无听因若听因就照时折度。所以
为着囡仔好，咱需要去管教。所以咱会通看见，咱今仔日咱伫咧即个社会，咱看见今仔日社会内面有真侪时阵，咱会感觉讲看到真刺心、真乱，安怎？因为遮个囡仔毋是咱的囡仔，咱无有迄个义务去接督遮个囡仔，敢毋是？但是咱家己的囡仔若做歹的时阵会安怎？咱会伫迄中间来甲管教。因为伊是咱的囡仔，咱期待伊做好，咱期待伊会通以后成人，所以咱会伫迄中间，咱会伫遐互相大家来陪伴即个囡仔，为着是要要得着即个囡仔。箴言19章内面讲安怎？趁夭有五望的时阵，着管教家己的囝，毋过安怎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哦，讲你的管教是爱合伫咧上帝心意的管教，佫毋是趁咱家己的意思，是爱趁上帝的意思来管教。佫安怎？是爱趁着还有指望。你毋好家己那已经咱讲放荡，甲已经咱讲佫过来安怎无法度挽回的时阵，你才要管教。迄个时阵，咱讲的讲啊，毋是无可能。但是你爱开更较大的时间来去甲挽回，但是迄个代价是超过你的想象。咱今仔看见有偌济遮的更生人，伊毋是无愿意改变，真正是伊当伊踏入去迄个错误了后，伊无法度改变。因安那，迄个外口的迄个引诱是大的，迄个当咱若伫安尼伫迄个中间，咱若无当伊若讲，亲像讲。这更生人因出来了后，咱伫咧更生团契内面会讲到，就是爱断站伊原底本地伊甲伊同齐做歹的人的迄个关系，无搁再互这个关系继续来影响着即个人。直到即个人伊伫迄中间，伊原底本地要欢喜来做好，结果因为伊转来到伫即个。世间的时阵，转来到伫即个世界的同齐咧生活的时阵，遐个旧底朋友搁转来，搁来影响伊。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迄个管教的重要性。咱若伫咧囡仔细汉的时候，咱讲的，咱古早人讲安怎？讲细汉安怎？头挽牛，大汉安怎？头牵牛。咱若伫咧细汉的时阵就无甲管教好势，你要期待即个囡仔伊伫咧以后大汉会成人，迄就学。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真正安尼亲像上帝咱的主共款，安尼上帝安尼看咱亲像伊的囝儿共款。伫咧咱犯错的时阵，伊安尼爱咱要甲咱挽回。所以上帝伊要将咱挽回，结果就是啥物货？伊家己落来，伊亲身家己落来挽回，伊付上伊家己性命的代价。所以当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伊食了迄个分别善恶果的时阵，上帝伊并无放任亚当啊，伊主动去敲找亚当啊。但是上帝伊第一个，伊拄着亚当的时阵，伊第一个问题毋是讲啊，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是讲啥？你在哪里？上帝关心伊啊！你迄个你在哪里？迄个意思什么意思？讲你有徛伫你家己应该徛的位置无？然后你有没有你站错了位置？你原底本底是一个。满有上帝形象的人，但是因为你违背上帝的命令，直到你这个时阵，你看见上帝，就心内敢听到上帝要教的声音，就安怎密起来，密上帝。所以直到人甲上帝的关系伫迄中间来过，安尼建立。所以上帝对亚当第一句话讲安怎？伊犯错的时阵，第一讲话讲你伫倒位？上帝注重亚当这个人
较过伫伊所犯的错。虽然因必须要去承担迄个犯罪了的迄个后果，但是咧，上帝目的毋是要天罚因啊。上帝的宣判毋是迄个绝望的，乃是带着迄个救赎的迄个应允。要伊期待要是要恢复人甲上帝之间迄款的关系，伊搁迄个人伊原底本地应该有的迄个地位，是个啥物款的地位？是人是上帝的儿女，甲着有迄款上帝儿女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权柄。所以伫咧宣判了，上帝随时用着迄个咱讲迄个兽皮吼，伊用着用皮来做衫互因穿。伊伫迄中间是安怎用皮做衫互因穿？因为因食了迄个分别神恶果的果子了，因感觉家己真见笑。我感觉我伫咧想即个讲着讲见笑即个时阵，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讲法。咱若讲用即个男女之间，咱若讲彼此之间若彼此无关系的时阵，咱如果对方若是脱体的时阵，咱会感觉见笑，对无？但是若翁仔某的时阵，哪会袂彼此互相坦诚，袂感觉见笑？这拄好就是咧印证即个部分。伊伫迄中间，上帝用着即个皮做衫互因穿，因为迄个时阵因感觉见笑。但是因原底本地以前还袂食分别神恶果的果子的时阵，因袂彼此感觉见笑。咱会用小去想象讲，迄个中间有啥物款的差别？上帝是安怎互因迄落衫、迄落皮来做衫穿以外，搁安怎？搁惊因伫迄个中间去挽着迄个生命树的迄个果子，所以将因赶出即个爱甸龙园。是安怎要甲因赶出爱甸龙园？是因为因如果因到即个时阵已经有罪啊！如果因继续搁食迄个生命树的果子，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呢。永远不死的结果是啥？伊永远带着罪，伊永远炸着罪，就一世人袂死，搁带着罪，安尼是变做啥物货？变做亲像秦始皇，要吃那个长生不老的果实，结果是啥物货？就是迄个帝国浮屠啊！你要想想，一个人心内想的拢是歹，拢是歹，结果伊阁袂死，你看觅安尼代志有大条无？所以上帝当因安尼迄落犯了罪了，互因皮衫穿，阁将因赶出爱甸龙园，目的毋是要顾全，是要保护因。上帝伫咧即个中间，伊所展现的迄个纪律，表明上帝注重亚当甲夏娃的关系。伊愿意伫迄个中间，愿意伫遐来开时间来将因来甲伊挽回转来。安怎挽回？就是因离开爱甸龙园了，上帝安尼一遍搁一遍来挽回伊的儿女，敢毋是？最后上帝用着伊家己的性命来挽回。为着是要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搁一届来得到和好。所以上帝伫迄中间，伊愿意开时间来将因挽回转来，毋是急于要纠正。如果急于纠正，一般咱来想，我既然伊就犯错啊，这就叫咱我所创造这个人安尼做了歹去啊，安尼咱一般咱的想象是啥？你用想象，你咧若咧捏头。若捏头捏坏了怎么样？戳戳的嘛，顶来。咱愿意搁互上帝搁来甲戳戳，搁顶来吗？上帝伊无急于甲咱纠正，
咱所犯的错，伊乃是用着伊迄个无限的疼来将咱来甲挽回转来。伫咧面对迄个绊倒的人的时，咱是毋是有亲像上帝遐尔啊注重甲人的迄款安尼关系？咱是毋是遇着即个跋倒的人，伫迄个中间来甲伊牵石头？是咱伫迄个中间，伊担伊跋倒啊，落伫咧水内面啊，咱是等锁啊来甲伊救起来。咱的反应甲着咱的纪律，咱是将人甲伊安尼甲伊讲好死，是咱伫遐来帮助的人来安尼搁一摆定心来徛起来。圣经甲咱教导的是啥物诶？伊讲讲着爱用着迄个温柔的心将即个犯错的人甲伊挽回转来。要以温柔的心把那个跌倒、那个进入在罪当中的人挽回来。上帝伊虽然万分歹，但是伊却愿意来听世间的这罪人，所以伊伫迄中间讲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的疼伊伫咧咱还是罪人的时阵，基督就已经有替咱来死。所以，上帝对咱是迄种有丰盛的怜悯，加着恩惠，就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伊无照咱的罪来对待咱，嘛无照咱的罪孽来报应咱。所以，伊时常用着伊的慈悲怜悯来咱来显明伊家己对咱的疼。上帝无爱咱定人的罪，佮是爱咱来尽力来将一个人来甲伊挽回转来。所以弟兄兄弟，咱开始来培养迄款叫做丢绳子送补品迄款安尼的文化，就讲弹锁为着要救人，送补品就是要帮助人，毋是要丢石头来，亲像咱像咧喂毒品共款，毋是真正的毒品是咱其他人真正会通来得到成长，结果咱用错误的方式递到那亲像咧喂毒品，互即个人伊若无得到成长，搁伫咧迄中间，伊煞来伫迄中间哪来哪陷落。亲像有个人安尼习惯人安尼，安尼讲咱讲习惯了迄个安尼做迄款安尼对，咱像讲拢是对人领受做的恩典，却是无愿意付出，也是讲伊感觉讲伊领受别人的恩典是叫做应该。如果确实是安尼的时阵，咱若继续来帮助安尼的人，检测咱的说语，咱有可能是咧丢石头，甚至是咧喂毒品，互即个人，因为即个人伊无法度伫迄中间来成长。但是如果即个人伊若是肯上进，咱伫迄中间来帮助伊的时阵，安尼就无共款啦。即个时阵，咱是丢绳子给他，咱亲像咧帮助伊，咱像送补品给他，为着是要互伊会通紧紧来得到勇壮，搁过来伊会通成做一个有用的人，搁过来伊会用成做一个安尼，毋若是伊过去可能是领受恩典的，但即个时阵伊要成做迄个可以给人的。甲亲像咱伫咧经文内面讲的迄个互人的比摕较有福气。所以咱互咱搁一摆，咱来建立迄个正确的迄个关系处事，咱来重视人较过头的代志，无用着迄个听法，乃是要用着迄个听甲迄个接纳来帮助人，来陪伴人，来得到成长。虽然上帝注重人用着迄个恢复来做目的来去实行伊的管教，但是毋是所有经过迄个咱讲经过即个纪律的即个管教的人拢有法度来得到挽回。所以咱必须要去明白、去认清的一点，就是
到底什么会是叫做恶人，什么会是叫做软弱的人？这是咱需要去做一个厘清的。伫咧圣经内面讲啊呐，上帝扶持软弱的人，但是咧，伫迄中间，伊却是要除灭遐个歹人。诗篇147篇讲着上主扶持卑微的人，甲歹人拍倒伫裤骹。迄个软弱的人啊呐，无论伊所犯的错怎样，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的是，伊无论伊所犯的错，伊的错，也是讲迄个罪是有偌大，只要这个人伊若愿意谦卑来悔改，上帝就的确要赦免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1章内面讲起，就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咱的罪，佮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咱若看见一个人伊欢喜伫迄中间来谦卑认罪的时阵，咱爱用到迄个无限的疼来甲伊挽回，因为咱的主嘛是安尼来接纳伊，敢毋是？但是迄个若是歹人就无共款。圣经讲啊呐，讲迄个歹人啊呐，常常甲迄个骄傲的人，是迄个啊呐，讲迄个无敬虔的、无敬畏上帝的人，安尼伫遐讲相提并论。伫迄中间包括诗篇75篇内面讲我对骄傲的人讲毋通骄傲，对歹人讲安怎讲毋通玷污。我咱因为即款安尼的人，伊至到伊时常伫迄中间来伤害人。讲歹人会对地面来消灭，奸诈的人会对地上联军来扣迄角。因为即款安尼的人，伊会伤害人，佮互人至到受到伤害，所以连上帝也伫咧中间无容忍即款安尼的人。所以伫咧箴言12章第5节讲，义人的意念四正，歹人的计谋诡诈。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对迄个咱讲歹人，甲着迄个软弱的人有无共款的定义。咱伫迄中间，咱需要去做一个厘清，咱需要去做一个分别。了，咱就会更加清楚知影，咱要安怎来去分辨上帝迄个咱讲厌恶遐个做歹。伫咧箴言12章嘛讲起着安怎，上帝厌恶迄个心骄傲的人，歹人一定受刑罚。伊讲安怎，上帝阻挡遐个骄傲的人。讲上帝称这个安尼互人绊倒的人安怎？是迄个这个人会至到有灾祸了。讲绊倒的人有祸了。若是歹人无愿意悔改，造成上帝迄个机体的迄款安尼的死亡，就的确将伊安怎来针对。这是伫咧马可福音内面所提到的。所以主耶稣伊安怎教导咱？伊讲，伊讲，咱面对得罪咱的人的时阵，咱大先爱用着迄个建立关系来做咱的前提，咱私下去甲伊和好。若是即个人伊无愿意悔改，佮无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落尾手，若照咱过去咱所领受到，讲若安尼的人，咱应该将安尼的人当作啥物货？当作外邦人，是迄个税吏。伊将迄个做歹的人伫安尼来甲伊看做讲，伊若无愿意悔改的时阵，将安尼的人甲伊看做是外邦人，是迄个抽象的。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讲，上帝伫迄个中间，伊用着无共款来去做分别。若是遐个愿意悔改的人，咱就爱用着迄个耐心来将安尼的人来甲伊挽回。但是若迄个无愿意悔改，咱
真清楚爱将安尼的人看做啥物款的人。伫迄中间，嘛有去讲到迄个咱讲做迄个淫乱的人，伫迄个中间安怎讲？讲将这安尼淫乱的人交互撒旦。伫咱今仔经文《哥林多前书》内面讲啊，讲要互伊的灵魂通伫咱的主下日得着救。是安怎讲？就是讲要互一个即个做歹的人，伊虽然讲将伊交互撒旦，是敢若会通毁灭伊的身躯啊。所以咱就通清楚知影讲，撒旦伊的权柄了不起，就是敢若咱的身躯，也就是死亡安尼那点。但是咱的灵魂是交伫咱的主的手中，所以迄个做歹，咱若是伊若是迄个行奸淫的，吼，伫即个所在讲啊，将即个人交互撒旦，是干若互即个人伊的身躯来得到毁坏，为着要爱互伊的灵魂通伫咱的主的日来得到救，要互伊的灵魂伫主的日内面，咱来得到救，咱就通知影讲共款是接受即个纪律的迄个管教，但是咱对迄个软弱的人，咱爱甲扶持，但是对迄个做歹的，伫迄中间，连主也无容允伊，所以咱会通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会通做出咱的迄个选择，甲着咱应该爱有的迄个判断甲反应。通看出咱到底咱是看重解决问题，还是要建立关系？伫咱个人的生活内面，伫咱的家庭内面，还是伫咱家己的工作的场合的内面，甚至是咱的迄个服侍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去做决定？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活中间，咱所有一切，咱的看，咱的听，搁咱的所有一切的想，甲咱的讲，以及咱所行的，咱爱真正爱平心静气来问咱家己，咱所选择，咱所行的，到底是建立关系，还是带来迄个关系迄款安尼的迫害？若是会破坏关系，带来迄款咱甲上帝迄个隔离，安尼这。往往咱会用真清楚知影讲，这往往是撒旦的工作。但是，若是上帝旨意，却是要建立关系。伊伫咧任何所有一切行动甲决定，拢必须是爱为着要建立关系。建立伊其他的是咱甲伊建立一个真合宜的关系。搁安怎？咱需要转来到伫迄个关系、迄个处事，就是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处事，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是迄个优先的。落尾手是咱甲家己的关系，以及煞接这是咱甲他人的关系。上落尾则是甲着即个事务的这个关系。如果咱若发现咱过去咱所行是错误的，咱错了就改如果咱若因为安尼，咱的迄个关系处事毋对，抵到咱绊倒，咱绊倒就徛起来。如果咱若常常安尼做，咱就会通看，咱就会通看见，迄个规个迄个复兴，毋若是干那临到伫咱本身，嘛会临到伫咱的教会，临到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咱就会通看见迄个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来伫遐来掌权，主伫咱。迄个彼此的关系中间来掌权，主伫咱家己的教会内面伫迄个中间来掌权，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更容易。其他咱所有正兄弟，咱真正会通搁一摆来重新来整理咱的迄个彼此的迄款的关系处事，互主耶稣以迄个国外生命来取代咱原底迄个旧底迄个生命。互咱的性命会通哪来哪好，互咱的性命哪来哪主甲主相亲密，互咱所有一切会看、听、想，咱的讲，以及咱所行出来，咱所做，拢为着是要互主的名得到一切荣光。所以咱会通好搁一摆来回想咱过去咱即两礼拜内面，咱所咧分享的，咱会通搁一摆来好爱想。
咱伫咧真侪时阵，咱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事工导向。事工导向甲关系导向所运用的纪律有啥物款的无共？咱今仔日咱有分享到，咱伫咧厝的内面，也是伫咧咱的职场的内面，以及伫教会服侍内面，咱有使用迄个合上帝的心意的迄款安尼的纪律啊无？啥物是上帝合上帝的心意的迄个纪律？咱头拄有讲。第二，咱要怎样来面对迄个跋倒的人？因当咱面对着即个安尼失错，也是跋倒的人安尼咱有发生迄款安尼影响力，来成做即个人的祝福啊无？到底咱是陪伴伊来挽回伊，用温柔的心来将伊挽回，是咱干那不断伫遐来甲伊牵石头？第三，啥物是上帝旨意的迄个中心？安尼咱有每一日拢活伫咧上帝旨意的内面啊无？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来亲像，透过咱安尼即几啊礼拜，咱一直不断地讲到即个关系处事，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咱也好好来调整。其他咱搁来咱的日子内面，咱真正咱的生活、咱个人、咱甲上帝关系，以及咱家己本身以及他人的关系。咱教会彼此之间的迄款的关系，真正会通安尼得到上帝的欢喜，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满满。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光照阮，来帮助阮。主啊，检查阮过去，阮为着安尼会通便宜行事，阮会通安尼紧紧来安尼将一件问题来紧紧来甲伊解决，直到阮将即个处理代志来放伫咧甲其他的人的关系，以及阮家己本身的迄个关系的面顶，直到阮破坏了侪阮甲家己以及甲他人，甚至阮甲主你的关系，迄款安尼的处事。求主你怜悯阮，主啊，当阮所领受的，恳求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搁过来，阮会用着安尼搁较大的迄个耐心，用着迄个温柔的心，来将迄个犯错的阮的兄弟姊妹、阮的亲人，阮伫迄中间用温柔的心来甲伊挽回。互阮真正，阮过来，阮所活出来是迄个丢绳子迄款安尼的来帮助人，迄款安尼的文化，来帮助即个跋倒的人，互因的心来得到挽回，互因会通来回转，来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施恩的主不断来带领阮、引带阮，互阮搁过来，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毋是。是迄种安尼接纳人的性命，是迄款互人看见阮就伊爱甲阮3000斤，看见阮就期待阮伊爱通甲阮共款迄款安尼的性命。恳求主圣神不断来光照引带阮，当阮若惊失错的时阵，恳求主你亲自用着迄个你无比的疼，迄个温柔的心来挽回阮。互阮会通搁一摆时常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得到主你的赦免，甲因带施恩赐福满满。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恳求、祈祷，靠主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一起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232首，献诗232首，我心俄罗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是
请咱由原徛地，同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衣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请简秀梅执事、方美珍执事为我们实现。起立来迎奉献的时光。主爱天父，原知你是慈悲、阁有怜悯的天父，你无按阮的罪过来责罚阮，无照阮的罪孽来报应阮。你的疼是遮尔奇妙，遮尔丰富，愿要一生唱歌学乐你，愿学乐你的话无要离开阮的喙。感谢天父，阮甲这个感恩献上，互教会使用，求天父感纳。愿咱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看这。这是咱同齐来读本章经句。本章经句第4篇103篇，我来读。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人离开师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搁读一摆。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人离开师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4篇103篇11节到12节。那现在来看报告之前，有没有新朋友或很久没回来的？我有看到黄章信长老，啊，还有少伦，少伦，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报告。
本主日为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为总会事工关心代祷与奉献。第二点，下主日为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是合堂9点半开始，请大家注意时间。第三点，请尚未缴交行事历的团契尽快缴交行事历至办公室，一例安排。第四点本教会主日学7月2号到5日有举办暑期彩虹营，请还没报名参加的尽快报名。第五点，招待桌上有本会各项奖学经暨基金管理办法手册，每户1本，请兄姐自行取阅。肢体消息，第一点，30日6月30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5点，在宜兰教会举办南洋区信徒造就会，主题是普度众生，唯靠耶稣，请欢迎兄姐踊跃参加。肢体消息第2点到第7点，请大家自行过目。肢体消息第8点，台湾圣经公会要募集2000本圣经送肯亚圣经公会，每本圣经250元，欢迎兄姐为本事工代祷奉献。其他代祷事项以及我们的注意事项、出席以及奉献报告、侍奉表、会计报告等，都请各位兄姐自行过目。那如果有数目有错误的话，请跟办公室提出更正。牧师有补充？兄弟平安。咱伫咧头段迄个具体消息的第1项内面吼，迄个咱伫咧30号要伫咧宜兰教会举办咱南洋区信道的造就会。即个主题吼，普度正心，唯靠耶稣吼。咱的讲员是王武聪牧师，是台中忠孝路教会退休的牧师。拄好，因为咱国外要进入迄个农历7月吼，尤其咱会拄着足侪遮的民俗的朋友，咱伫咧面对着侪遮的尤其是咱若假使讲咱搁较，尤其是咱若是几啊代的基督徒，咱对民俗有足侪的无了解吼，咱会用透过即个造就会会通帮助咱，当咱的遮的福音的朋友伊伫遐咧提出一寡遮的问题的时阵，咱会通真清楚来甲因讲说明吼，搁咱嘛会通帮助伫咧咱四周围遮的福音的朋友，尤其因有侪即款伫咧即个特别是伫咧即个农历7月的时阵，有侪迄个惊吓，咱会通透过咱安尼即个造就会如果啦吼，上好是。若是敢你参加，你阁会使邀请你所要关心的福音的朋友同齐去参加。上无你家己去参加了，你会通有机会通好来甲伊分享。这真要紧，就是讲咱听了，国外吼，咱家己吼爱找着一个福音朋友来甲伊分享。你愈无讲吼，你敢若听了吼，国外同款听了阁袂记。你只有敢若不断伫遐找福音朋友。伊讲的问题，我迄天我拢听过啊，我过来讲一遍互伊听。安尼的时阵，你渐渐你对即个你毋若你家己对即个尤其伫咧即个农历7月，你有做迄款的原地本地，你有一寡遐个疑问惊吓的，当你即个时阵透开你阁会通帮助其他的咱遮福音的朋友。所以邀请咱。兄弟，伫咧30号迄天，咱将时间拨出来，咱同齐来去伫遐来参加造就会。这机会难得吼，王武聪牧师即马人拢住伫咧台中吼，无啥机会来咱宜兰吼。虽然因牧师娘是宜兰人吼，但是吼即马要来宜兰的机会无真济，拄好趁机会都有邀请咱安尼踊跃来听。因为有关民俗即个部分伫咧咱长老教会内面，原地本地第一把交椅是叶明汉牧师叶明汉牧师过世了所以咱上无阁有一个王武聪牧师通好来听好好对即个中间来对民俗有更较侪了解。若咱家己对即个部分有一寡头开，搁咱会通帮助咱四周围的人所以。欢迎咱大家同齐来参加。
咱当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万面的源头，阮感谢你。阮为你的疼所享受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保守阮的心来前去。求你保守各中会考的学生有上天的智慧，知影要安怎选择伊的志愿。嘛求你保守祝福教会内年老也是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伫因的软弱点面，互因得到坚强；伫因的困难中，引带因、拯救因。恳求你怜悯阮的国家，保守阮的乡土，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仁爱、公义甲勇气，尽力来导无好的政治。愿阮会当常常善用你的恩赐，真心感谢你。毋若干那用喙来学习你，嘛会伫阮的生活中行出好的行为，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死煞，请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圣神，请你来，真做圣的火来点导阮的内心，真做圣的风来洁净阮的心，真做圣的光伫黑暗中来引带阮，真做圣的真理来赶旋一切无知，真做圣的气力来克服阮的软弱，真做圣的活命来点伫阮心内。求你垂听阮，点伫阮，佮使用阮。互天父会通得到阳光，也互阮得到主你的喜乐充满。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人成圣，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诚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用祝福这条诗歌，咱彼此来祝福。